我对顧總沒有任何意見。那就好。我就住这儿。哎，这门怎么开了？这怎么回事？完了完了，DNA 報告沒了。你是不是從一開始就沒打算把報告給我？沒有，我一開始就想給你的，真的。你又在騙我是不是？我沒騙你，我這缺錢，我怎麼會騙你呢？我知道了，他肯定是他拿走的。他。肯定是他拿走的。贺锦熙，贺锦熙，他在什麼地方？爸爸，那你剛才說那個他到底是誰啊？啊，他是賀錦熙的朋友，這東西肯定是他拿走的。既然你沒有我要的東西，那你要的東西我也不能給你了。哎，不是，哎，你看，你這錢是不給我啊？不給。你要幹嘛呀，爸爸？你給我，爸！你給我鬆手！我告訴你啊，你要是不鬆手的話，我就不念父子之情，我打你啊！我不行，爸，你不能把這個錢拿走，爸爸！哎呀，爸！爸！锦熙，少爺，少爺，你回來啦？少夫人呢？哦，少夫人她出去了。出去了呀？嗯。我問你，少夫人的父親最近來找過她嗎？說呀。少夫人的父親前2天確實來家裡找過她。我知道了。哎，少爺，怎麼了？早上的時候，少夫人讓我陪她去洗衣房找東西，然後她讓我把你穿過的襪子給洗了，放到了你的更衣室。啊！哎，少爺，少爺，別動，讓我緩一下。他怎麼能那麼幹呢？啊！少爺，少爺，你沒事吧？要不我扶你上去。別動，讓我一個人冷靜一下。完了！西城，你到底怎麼回事啊？這是？都別動！叫醫生，快！啊！不要叫醫生，先把我翻過來。露露，他到底是怎麼回事啊？這是？我們家少爺他有潔癖，而且特別的嚴重。我記得小的時候，老夫人想要把少爺這個毛病給改了，可是用了好多的辦法，都不管用。露露，去把那些襪子，還有襪子旁邊的衣服都給我扔了。好的，少爺。顧其成，我已經算過了，你每天丟掉1雙襪子，1個月30雙，1年就是365雙。你知不知道這是多大的一筆開銷啊？這些錢呢，如果省下來，已經足夠資助3個大學生全年的費用了。我倒是要看看，你顧少爺這個毛病，我改不改得過來。天哪！
露露，露露，怎么了？露露呢？露露啊，在下面忙啊。今天她怎么没给我袜子呀？我帮你拿上来了。拿。这个袜子我好像在哪儿见过啊？眼熟吧？这个是你前天穿过的那双啊。啊！不行，姐姐，拿走！不行，怕什么？这个袜子是我亲手帮你洗的，受不了，可干净了。我跟你说，你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，但是千万别让我穿这个袜子。哎，赖赖，你走之前可是说过了，他走之后家里什麼事情都由我負責。不行，给我穿上啊！这些快来人看放鼠！露，你们有没有人在啊？救命啊！我觉得这个项目的发展前景还是不错的，主要在于营销手段和营销策略。我们采用多模块化。顾总对这个项目有意见吗？没有意见。那顾总是对我有意见了。常总说的非常好，请继续。我认为顾总这种行为对我很不尊重。抱歉，刚才我的状况不是很好，现在可以继续了。继续。苏妍希，怎么这么着急？现在还不是着急的时候吗？贺锦熙，你，喂，永远都在挂我电话。我就算去找他，他也不会把检测报告给我呀。如果没什么事的话，散会吧。顾总，我跟您汇报一下您下午要见的人吧。你觉得这双袜子我是扔了还是不扔啊？顾总，您扔了会怎么样？不扔会怎么样？扔了的话，我回家有可能会死；不扔的话，我现在就会死。那我觉得您为了接下来要面谈的人，还是扔了吧。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。